如何在線破解 PDF 密碼？前往 EasyZip.com， 將滑鼠移到其他工具上面，然後喺密碼復原工具入面揾到 PDF 密碼復原。撳揀選要破解嘅 PDF 檔案，打開檔案選擇器，或者將 PDF 檔案直接拖放到 EasyZip 上面。如果你有自定密碼清單，開啟用我自己嘅字詞清單，否則 EasyZip 會用佢內置嘅字詞清單。撳開始密碼復原，工具就會開始針對你嘅 PDF 測試密碼。視乎密碼嘅複雜程度，可能要等一陣。揾到相符嘅密碼之後，復原咗嘅密碼會喺畫面上顯示，撳複製密碼就可以複製。用復原咗嘅密碼打開 PDF 檔案，就係咁簡單。唔好唔記得撳讚同訂閱，對我哋嚟講意義重大。